成嘅新手表揾將會咁降落第3名嘅玩有，咁啊第1次回合攞咗第1名嘅飛咧，而家就揀喺第2啊，喺第2圈嘅最靠近岸嘅第2名咧，就係進入第2級嘅。咁啊上回合第2名嘅東方龍咧，就都係就係喺第3線，咁啊飛魚龍舟喺第4線，台灣就喺第5線，台灣新龍龍咧就喺第6線，咁最遠嘅香港及火龍咧就喺第7線，再欣賞下咧佢哋而家大概嗰度嘅係個傳統國際嘅龍舟啊，相當特別嘅高。再嚟一次，參加嘅所有嘅小朋友咧都係市民嘅個實㗎。咁啊，而出到嚟可能真係太少影響咧，喺呢一個有舒服嘅舞蹈嘅上回合嘅絕對優勢喎。反而咧喺上回合攞第3名嘅有咧第1而家大點數就係咧，正靠兩個嘅回合攞第1，如果啲回合攞到第3咧，佢就冠軍就冇㗎啦。但係先至二打2分。我要攞第1，所以就係得香港第1位。如果頭先公司竟然喺遠遠之路，跟住第2名公司連續2站攞亞軍嘅，2回合攞亞軍嘅混集咗咧喺我哋今日賽事裏邊喺混合組成績最好嘅隊伍，全部都會喺呢度咧爭奪我哋嘅金杯賽嘅冠軍。介紹翻9支嘅隊伍。第1線最靠近岸嘅係我哋宇宙足業聯漁龍，第2線係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香港遊艇會，第3線來自加拿大嘅逐浪者 Wave Runners， 第4線係中大龍救生隊過龍，第5線係佛山市西澳九江龍舟隊，第6線中國新會蒙達航陳地龍舟隊，第7線中國澳門代表隊，第8線科大正能量，仲有第9線恒安國際清風浪。真係睇到佢哋嘅速度好快，眨眼已經嚟到最後嘅衝刺階段㗎啦。中間嘅5線佛山市西澳九江，仲有6線嘅中國新會蒙達航，兩個都係一路黐實啊！但係又睇到臨到尾見到九江龍舟隊後邊開始拋離咧就係6線嘅新會蒙達航，後上嚟有4線嘅中大龍救生隊嘅過龍上到嚟啦，由第5上到第3，結果第1名係5線，第2名係新會軍西區龍體育會。仲有我哋18區杯嘅冠軍北區，仲有我哋嘅本地隊史總冠軍9號艇宇宙足業聯漁龍。而家終於公佈翻啦，喺第2回合追翻上嚟嘅紀律部隊組嘅冠軍8號艇嘅香港海軍。笑得咧，今日其實見到佢哋好多次都計唔到佢哋賽咗幾多次7號艇混合錦標賽冠軍中大龍救生隊過龍。隨住我哋呢一場華泰國際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50週年錦標賽圓滿結束，我哋1連2日嘅第50屆2026永榮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亦都係嚟到尾聲嘅時間啦。當然啦，我哋而家咧喺天橋嘅另外一邊，喺我哋嘅尖沙咀東海濱平台花園咧，如果你想同我哋一班嘅龍舟健兒好好去慶祝咧，喺嗰邊嘅大舞台，我哋亦都正係一路係進行緊頒獎典禮㗎。官方成績公佈，華泰國際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50週年錦標賽冠軍5線佛山市西澳九江龍舟
本地混合錦標賽嘅冠軍中大龍救生隊暴龍，第8線係我哋嘅紀律部隊冠軍香港海關，第9線係我哋本地女子組冠軍宇宙足業聯娛樂。頭先都講過啦，不同嘅組別有男有女，亦都有混合，所以速度上可能唔一樣，但係最緊要大家把握最後呢個機會，用盡自己嘅全力向前衝。4次嘅咧就係中國順德六松羅浮谷，4咧就係佛山市西澳九江龍舟隊，兩隊真係咧由尋日鬥到今日㗎啦，最終而家西澳九江領先住大概1個3個龍頭到啦，4次嘅順德六松羅浮谷結果都只係能夠得個第2名，第3名都仲爭緊㗎，3線同7線幾乎同時間咁滯，結果3線嘅西澳